沉睡千年的兵马俑轻轻转动了头部，这一幕恰好被参观的女孩看见，她急忙告诉身旁的同伴，对方却斥责她是不是还没睡醒。女孩揉了揉双眼，也以为是自己眼花了。就在她打算前往2号坑的时候，那尊兵马俑又一次悄悄睁开了双眼。巧合的是，这一幕再次被女孩看在眼里。真的，他是我的，他刚刚动我。脑袋进水了吧你！我求你别逗了。同伴依然坚持认为陶勇不可能活过来，于是大胆的女孩决定在闭馆后悄悄躲藏起来，想要看个究竟。而她接下来所经历的足以令她终生难忘。那尊兵马俑开始缓缓转动僵硬的脖颈，陶土表面发出细微的碎裂声。随后，她迈开沾满泥土的双脚，一步一步走出了1号坑。女孩吓得几乎无法动弹，但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她跟了上去。保安室里的人员正在用餐，无人察觉这超长的一幕。女孩手握一枚捉妖镜，小心翼翼地尾随其后。不出所料，意外即将发生。就在她靠近角落的刹那，兵马俑突然现身。惊恐万分的女孩拼命奔跑，以为已经摆脱追赶，却没想到陶勇突然拦在她的前方。慌乱之中，她抓起消防栓旁的水管头，试图自卫，可兵马俑猛然露出一张狰狞鬼脸，直接将她吓晕过去。响动引起了保安的注意，他们发现地上的陶土碎屑，并顺着痕迹回到俑坑，惊觉其中一尊兵马俑已不见踪影。口哨声与警报瞬间响起，闻讯赶来的馆长立即下令封锁现场，严禁任何人出入。馆长调取监控录像，本想抓住所谓盗贼，却和工作人员一同目睹了兵马俑自行活动离开的全过程。我没看错吧？这俑活了？你没看错，这俑是活的。还来不及震惊，他带队展开紧急搜寻，虽未找到陶俑，却在地下机房发现了昏迷的女孩。女孩不久后从噩梦中惊醒，馆长急切地询问她出现在机房的原因，她颤抖着解释是一尊复活兵马俑在追她。而当馆长再次回看监控时，竟意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。看到没有？他有痛觉，下意识反应，不像是假装的。这么说，真的有活人俑？